立法院消息，今仔日召开专院委员会来审查总统赖清德弹劾案，拿被党团加急党员被截。不过总统府已经回函，伊讲立法院无直接向总统问责职权为理由啊，伊来讲啊，意思就是讲啊，总统未列席啊。所以今仔日咱看到各党团派代表发言啊，内底啊辩论非常激烈的。总统再选就有，做好让他再做4年，做坏换人就可以。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带头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这个案，指控讲伊就任以来乌白用钱，斩断台湾的经济命脉。短短的1年6个月，把台湾掏空了40.5兆。我们今天必须为民请命，全民一起弹劾赖清德。如果你们认为现在就拥有最广大、你们号称的60%的民意，那为什么不用最正当的一个政治的责任，叫做倒阁呢？你们一倒阁，我们就可以进行解散国会，不是吗？民进党真火大，指讲在野党会当倒阁，确实咧搬指出，尤其是总统府嘛选择零处理，伫昨回函立法院，以无直接向总统问责之权为理由，通知因无要列席。因阮阿伯党团祭出加急动员令，伫议场内摆出人形牌大打。行政院跟赖清德竟然违法乱纪，大砍了嘉义市69亿的统筹分配税款，大砍了嘉义人民的钱1/3。刚刚发言的张启凯委员就充分的说明这一点，他大部分的篇幅都在向嘉义的乡亲喊话，这已经成为民众党县市长候选人的舞台。要参选嘉义市长的民众党立委张启凯批评中央独预算，互人批评是要争取声量，但迄案的审查和调野的对立搁加一件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